好。帶下眼鏡過去。南非廣肇會館唐淑莉 MP 會長，雪龍山水會館黃全福總裁，本會顧問準拿督鍾蔡田，大家好。本會顧問林秀霞 PKT， 馬來西亞花都同鄉會拿督黃錦超會長，廣肇會館岑敏國成堂會花執行廣肇會館譚宋燕會長，負責廣維肇會館梁柏就會長，麻坡廣肇會館會景論處理會長，新加坡恩平張權發會長，南非廣肇會館唐淑莉 MP 會長，孫龍廣肇會館岑敏龍總務，化身廣肇會館譚宋燕會長，負責廣維肇會館梁柏就會長，麻坡廣肇會館會景論處理會長，新加坡恩平張權發會長，南非廣肇會館唐淑莉 MP 會長，孫龍廣維肇會館梁柏就會長，麻坡廣肇會館會景論處理會長，新加坡恩平張權發會長，南非廣肇會館唐淑莉 MP 會長，雪龍山水會館黃全福總裁，本會顧問準拿督鍾蔡田，大家好。本會顧問林秀霞 PKT， 馬來西亞花都同鄉會拿督黃錦超會長，馬六甲廣肇會館邱益圖會長，檳城開平會館總務司何曉華，新山廣肇會館陳德福前會長，雪龍台山會館處理會長馮意涵，霹靂廣東會館賴君福會長，古內廣肇會館陳偉祥會長，霹靂幽明會館蔡志軍會長，廣肇列種大代詹耀輝校長，新加坡廣維肇碧山庭公關主任沈安和，古內廣肇會館歐福寧前會長，最後我哋嘅本會會長周志平 PPT。好，非常好。第一位我哋有請祝兆忠、鄭小弟、黃學浩碩士、嘉士伯有限公司、霹靂南海會館、和風河婆同鄉會、林青山、如意旅遊有限公司或代表浩傑蜜台代表羅文華、梁石浩、郭東海、化針河婆同鄉會、和風明德善社、黎炳文、昆侖喇叭福德祠、廖志業、陳成德、陳桂新、羅潤輝、
羅潤輝、羅文興、羅文興、曾志東、曾志東、黃文勝、黃文勝、姚美玲、姚美玲、陳浩倫碩士、陳浩倫碩士、何淑玲 PJK 校長、何淑玲 PJK 校長、張光達會長、張光達會長、崔澤連、崔澤連、劉振星、劉振李志忠、李志忠、黃子瑩、黃子瑩、傅標國、傅標國、莊如竹、莊如竹、翁有全會長、翁有全會長、張錦波 AMP、張錦波 AMP 會長、翁漢晴律師、翁漢晴律師、真係個好嘢啊！詹耀輝、詹耀輝校長、霹靂姚明工會、霹靂姚明工會、卡都巴克講笑會館、馬都巴克講笑會館、胡國棟、胡國棟、黃全福、黃全福、何純愛、何純愛、有國兆會長、有國兆會長、馮依恒會長、馮依恒會長、歐耀慶會長、歐耀興會長、陳耀堅會長、陳耀堅會長、司徒寶權、司徒寶權、古晶廣為邵亮拍就會長、古蹟廣為邵亮拍就會長、邱英雄會長、邱英彤會長。好啊，OK。而家我哋嘅亮燈儀式咧，係你哋手上所攞住嘅燈係咪？你哋要撳5下，撳5下就亮嗰個燈起嚟，撳5下，快撳5下。我想麻煩起來燈組家幫我哋嘅台上邊嘅燈調暗多少？多謝多謝。係啦，或者你都可以隨着我哋嘅倒數咧，我數每一次都可以撳一下燈，咁我哋數5次就會亮到嘅嗰個燈㗎啦。好，嚟我哋數一數，嚟準備好未啊？好啦，我哋需要少少時間去排列啦。好啦，大家記住啦，我每數一下，大家就撳一下燈啦，好唔好？數大家手執你住呢個象徵住光明嘅電筒。咁樣我哋陣間就會進行呢一個簡單又隆重嘅亮燈儀式啦。咁大家準備好未？準備好，我哋就5、4、3、2、1，亮起你哋手中嘅燈，燈火璀璨，光華綻放。這一刻要榮耀被點亮，未來被照亮。這光芒象徵住智慧與希望的閃耀，意義住我哋嘅事業必將光明去落，前程坦蕩。讓我哋再次用最熱烈嘅掌聲慶祝這光輝的時刻，祝福我哋嘅未來如這光芒，集集生輝，永放光彩。多謝各位，請回你哋嘅就座喺嗰邊度，因為你哋需要攞翻你哋嘅銜，請你哋喺邊度上嚟邊度攞翻嚇，多謝。好，非常之恭喜嘅，最熱俾你講笑。大會副主席張建豪 MP 以及我哋嘅籌委會處理主席周鴻晶帶領嘅，有我哋第一輪嘅鳴鑼嘉賓。好，首先我哋有請國泰酒家、國泰酒家、方江武、方江武、怡寶新喜來登海鮮酒家、怡寶新喜來登海鮮酒家、林秋全、林秋全、蘇寶瑤、蘇寶瑤、梁卓明、陸卓明、劉世歡、劉世歡、張志堅、張志堅、霹靂廣肇會館婦女組、霹靂廣肇會館婦女組、大灣國會選區代表羅新發先生、大灣國會選區代表羅新發先生、新加坡
已經都要啊，指導已經，我正背咗出嚟啊，要啊，哦。好，仲有新加坡碧山亭張漢軍會長，張漢軍會長，仲有我哋嘅大屋國會選區代表樂新發先生。跟住咧，好，各位 VIP， 你哋準備好未？請攞起你哋嘅鼓棒啊！未，冷靜啲，冷靜啲。係，仲有一位，係啦。好啦，我哋陣間係會響3下㗎，所以大家準備好啦，攞起你哋嘅鑼鼓啊、鑼棒、鼓棒。好啦，大家各就各位啦。咁一啲相機咧，請大家都準備好，掌聲請大家都準備好啊！好，我哋第一響，一響和聲風調雨順啊！第二響和聲國泰民香，第三響和聲百業興旺，非常多謝各位嘉賓為呢一個咁好嘅呢個人士咧，之多謝各位嘉賓嘅捐贈嘅。好啦，我哋其實仲會進行第2輪嘅鳴鑼嘅，亦將會邀請接落嚟嘅嘉賓嘅。我哋有請我哋嘅大會主席周志平 PPT 會長上台嚟帶領我哋嘅鳴鑼嘉賓。好，我哋首先邀請關蘇才會長、歐福寧會長、拿督賴聲威會長、陳德福會長、譚宋賢會長、新山廣肇會館代表鄺國華、陳偉康、梅景倫會長、郭偉剛會長、林修霞 PKT、準拿督鍾卓田、張權發會長、何世昌局生、大會會長周志平 PPT、馬來西亞廣肇聯合總會許建清總會長、怡保東區國會議員 YB 李全孝。最後，我哋有請我哋尊敬嘅怡保東區國會議員 YB 李全孝，你哋嘅掌聲喺邊度啊？你有燈啊？我影唔到，真係冇開燈啊！睇到。Thank you。係啦，呢個嚟啦，睇到。好啦，咁多位來賓，大家準備好未啊？可以攞起你哋嘅鼓棒啦。OK，
第一聲咯，第一聲一落定音，開天闢地，宣告惠而根基永固，宏圖就此展開。請念第二聲咯，第二聲再羅聲震，匯聚全軍，威儀四方，奔騰同向盛舉，八方財源滾滾而來。請念第三聲咯，第三聲三羅齊鳴，通達未來，祝願前程似錦，光明無限，事業騰飛星際，環宇。多謝各位。禮成三聲洪亮柔軟的掌聲，已將滿滿的福糧以氣勢匯聚於此。請讓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感謝各位。兼本會長周志平 PPG 嚟到台上呢度致歡迎詞嘅，請大家掌聲有請。呢個音樂。會長係有 Eye of the Tiger 我哋大家再次掌聲歡迎。呢條咧？各位在座嘅嘉賓，咁樣首先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啊！幸福平安。我哋尊敬嘅怡保東區各位議員、委員、李成校。尊敬嘅大馬港肇聯總、許總會長、建青兄台，尊敬嘅本會永遠名譽會長何世昌學生，咁樣仲有我霹靂廣東會館黎君福會長，以及聯總嘅郭主理會長魏光香賢。咁樣場台上嘅各位我尊敬嘅會長同埋領導、媒體朋友、全體嘅工委會會員，以及在座各社團嘅會長、嘉賓們，大家晚上好啊！好。咁樣今日咧係一個值得我哋永遠銘記嘅日子。因為咧，我哋唔止係慶祝霹靂港肇會館成立10週年，更要係見證一個得嚟唔易、意義非凡嘅時刻。咁樣霹靂港肇會館終於擁有並正式啟用開屬於自己嘅會館開啦。咁在此，我謹代表港肇會館嘅全體理事、以工委會成員向出席嘅各位會長、嘉賓致以最衷心嘅歡迎同埋最誠摯嘅感謝。咁回顧呢10年，我哋走嚟真係唔容易。10年前，霹靂港肇會館喺資源有限、人手不足、資金緊張嘅情況下成立，一路走嚟咧，經歷過重重嘅考驗，亦面對過不少現實嘅壓力。咁而最初我哋係借用嘅場地活動，到籌辦呢個會所，推動呢個文化，凝聚呢個鄉親，每一步我哋都靠住呢個理事們堅持同埋付出，以及會員們嘅不離不棄嘅支持。呢10年嘅艱辛10年，亦都係值得驕傲嘅10年。我哋冇乜嘢豪言壯意只係默默咁樣耕耘，只會發出自己嘅光，從來就唔吹熄別人嘅燈。今晚除開慶祝10週年，我哋仲要宣布一個振奮人心嘅好消息，霹靂港肇會館自此呢個會所已經正式係投入開使用啦，坐落喺呢個八針怡保八針孔雀灣。
間聯盟會開呢啲都係講升過嚟，人屬於自己個家，屬於我哋講潮人嘅自己嘅一個家。呢個意味住我哋終於有喺一個固定嘅活動中心，有開傳承文化、凝聚鄉親嘅根，有開讓下一代認識廣肇、走進廣肇嘅平台。同時，我必須以最坦誠嘅態度向大家講明一個現實嘅狀況，為開順利咁樣完成買呢個會所，本會喺資金尚未完全到位嘅情況下，毅然先行承擔開呢個責任。由於呢個經費短缺，本會仲爭15萬嘅情況之下，喺萬般無計可施之下，首先我哋非常感謝我哋個會嘅永遠名譽會長拿督，其中一個永遠名譽會長拿督周志興，並且佢第一個捐出俾我哋會館3萬蚊，因此我哋非常萬般咁樣感謝佢，所以霹靂廣肇會館嘅會議室，我哋以拿督周志興命名。同時，亦向呢個私人界嗰度我哋借開而家10萬蚊，借100次，你應急呢啲咧都唔係一個輕鬆嘅決定嚟嘅。但係我哋咧知道，如果今日我哋唔踏出呢一步，廣肇會館可能仲會要等都唔知幾多年，正擁有自己嘅家。咁喺呢個充滿意義嘅日子入邊，我懷住謙卑、真誠同埋希望嘅心，向呢次自治會所大力支持我個全國嘅友會會長、領導、熱心嘅鄉議，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咁樣讓呢個霹靂廣肇會館真正嘅完成，可以有瓦遮頭開咯，有根可依嘅心願。你哋嘅每一分支持，唔止係金錢上嘅幫助，更係對廣肇精神嘅肯定，對文化傳承嘅守護。咁樣10週年係一個里程碑，但係絕對唔係終點。未來霹靂廣肇會館將以一個呢個新嘅會所為呢個基地。第一，我哋會更積極推動呢個文化同埋鄉團嘅活動。第二，會培育年輕一代嘅接班人。好似今晚我哋嘅思怡小姐就係一個好好嘅人才啦。咁樣第三，加強呢個社會公益同埋呢個社區嘅關懷。咁樣第四，與各華團、鄉團攜手，為呢個社會注入更多嘅正能量。咁樣最後，我喺呢度衷心咁樣感謝盡忠職守嘅歷屆嘅理事，以及長期支持我哋嘅社會賢達同埋呢個朋友，讓我哋呢10年為呢個新起點同心協力，守住呢個家，傳承廣肇精神，開創更光明嘅未來。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祝願霹靂廣肇會館會雲昌雲，會武昌隆，百年長青。多謝大家。霹靂廣肇會館婦女組秘書嘅我哋黃子瑩鄉議咧，佢為獲馬來西亞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嘅，所以呢度咧我哋就有請我哋嘅黃子瑩上台。咁樣同時之間，我哋有請我哋嘅周志平會長，以及我哋嘅總會長許建晶總會長嚟到上台上呢度咧頒發呢一個獎狀俾我哋嘅黃子瑩鄉議嚟傳
士學位啊？大會工委會主席李璇柏上一上台嚟見證，快啲！籌委會會長咧就係我哋嘅李元柏先生，我李柏香蓮啊，非常感謝佢每次主持大局啦，分配工作嘅。咁啊頭先外邊都有講一句啦，互相照應啊，所以其實各位香蓮都係兩肋插刀嘅。好啦，咁我哋非常多謝我哋嘅籌委會主席啦，我哋嘅外邊咧，以及我哋嘅會長同總會長嘅，非常之多謝。有這個福氣來到這裡為大家獻唱。那麼除此之外呢，美君沒有來呢，我就感覺到有一點怪怪，因為呢我太喜歡這裡的朋友，您的熱情讓我念念不忘，真的，再一次的感受一下您的熱情，對嘛？這就是您的熱情，對我們台上歌手來說是非常的重要，是一個正能量。好的。聽過了這首開場嘅曲子，相信大家如果有聽清，佢其實專登嘅，由後邊專登咁樣好有氣勢咁行出嚟，係啦 ，Rainbow 咁樣啊，好威武！我哋再次掌聲，我哋歡迎本會永久名譽會長何世昌局生嚟到為大家致辭嘅，請大家再次掌聲。天記嘅大會主席周志平鄉長，周志平係我個老朋友，順德會長到而家都10年啦。我哋港視聯合總會嘅總會長許冠清鄉長，次理總會長郭偉剛鄉長，各位副總會長，我唔記得稱呼太多啊，唔記得稱呼副會長，各位屬會嘅首長，屬會嘅首席代表，晚上大家好。好。各高派嘅好朋友嚟咗，各高派好朋友。咁樣今日咧，我演詞係好短嘅演詞，我講多少我哋嘅國家嘅統計部報告，我哋嘅東方膨脹唔係好高啊，但係好奇怪啊！你坐飛機又要加價，因為油嘅事啦。連鎖公司 premium 又加價，甚至入啲私人嘅醫院又係加價，樣樣都加價。飲杯果啤2.8一杯啊！食條絲炒粉12蚊啊！你講幾離譜啊？離譜添啊！咁樣喺餐館食飯又係起價，牛肉又起價，我哋燒豬又起價，一樣冇起價，蔬菜就冇起價。咁樣打仗嘅關係，我哋學仔嘅巴士啊又起價喎，因為我行油市又要起價。又要起價，咁樣希望有家庭嘅買餸翻屋企煮啊，就慳翻啲，因為成家人出去食飯最少500蚊一晚，500蚊啊，普通幾個菜500蚊，咁樣落去就好唔掂啊，經濟好唔掂，經濟已經好差，經濟已經好差，但係樣樣都起價。政府公布嘅係個inflation rate 係唔係好高啊？
點解要有得起價？咁樣就我哋啲人民辛苦，大家辛苦，咁我希望我哋廣肇聯總啊，廣肇聯總繼續大家團結一次啊！唔好喺啱尾搞呢個小圈子啊！新人啊，啱尾搞小圈子，覺得好唔應該。咁樣入到嚟嘅廣肇大家庭，一定要合作團結嚟做事，唔好入到嚟就搞呢樣搞嗰樣啱尾搞好多嘢，呢個係好唔好嘅現象，大家係知道嘅好唔好嘅現象咁樣我做咗22年嘅總會長。我冇行差踏錯喺總會，我只有幫總會，我幫總會。富清東馬嘅4間屬會都係我拉入嚟，咁啊啤拉有幾間都係我拉入嚟，呢個總會。變咗而家有40個屬會，我希望我哋各屬會繼續團結一致，唔好一盤散沙洋，好似一盤散沙洋。最緊要開會講嘢，唔好一啱你講嘢，開會講咗就算，講得啱，講得唔啱，開會講咗算，呢個最重要。我雖然入咗總會，都我哋早先講，人行開，嗰杯茶就凍咗。大家知唔知道？我又喺度，但係有好多屬會仲嚟揾我，仲叫我參加佢哋嘅議會，我亦有支持，盡量支持。剛才我哋司儀咧，同埋我哋嘅名譽會長都一一地咁介紹咗我哋今日嘅 VVIP 同埋貴賓。咁小弟咧先介紹咧，小弟係姓許啊，叫做建清。咁小弟亦都係霹靂州人嚟嘅喎，出生響呢個八篤㗎啫。咁今日有機會翻到嚟鄉下，當然係非常之高興。除咗之外咧，咁樣我趁住個機會咧，係翻嚟睇我個媽媽。我媽媽今日咧係高齡95歲啦，今日多嚟呢次捧場因為我忙嘅時候都冇咩機會翻嚟補，咁先多謝阿周會長俾我個機會咧，邀請小弟出席今晚嘅咁盛大嘅晚宴，非常有意義嘅晚宴，仲有冇忘記聽日我一定去同你一齊開幕，見證你嘅新會所。咁當然稱呼都要嘅，咁尊敬嘅我哋今晚嘅我哋嘅大會主席周志平鄉長，仲有我哋嘅名譽會長謝必河世昌，我哋嘅市理會長郭大俠，仲有各屬會嘅首席代表會長。今晚咧非常之高興睇到大家一齊見證出席於今晚嘅晚宴。仲有我哋嘅會長咧，有好多屬會會長都同我要求每次我哋嘅會慶都係由呢個總會長喺度。一定肯定係喺呢個總入邊一定出全力嘅，我哋會輔助呢個總會。我哋仲有邀請我哋全國嘅青年團總團長同埋我哋嘅市理團長，個市理長唔可以坐埋一邊嘛，仲有我哋嘅副秘書長唔可以坐埋一陪住佢老婆嘅。今晚你翻去慢慢陪你老婆啦。我希望借呢個機會咧，俾我哋各屬會嘅咧，嗰啲會長咧尤其是如果我哋咧有咩應該發表嘅，趁呢個機會大家發表下。我通常都係我一直係支持，冇咩機會俾你哋小弟係陳耀堅，我係楊思龍，區議會嘅會長，好興奮今日嚟到俾啦見證我哋多志明會長嘅聽日嘅新嘅會所開幕我哋借個機會
祝福我哋嘅啦，嗰時我全部聽日時候。多謝晒我哋嘅會長。Hello， 大家好，細佬係馮依恒，細佬係馬來西亞港肇聯合總會嘅副總會長。我哋馬來西亞港肇聯合總會係一條心嘅，大家銘記在心中。多謝晒。將來永遠都係一條心，好嘅嚇。我係馬來西亞嘅加州會館嘅總會長，又係全國港肇聯總嘅總裁職。剛才我哋嘅名譽顧問何世章局生話，我哋全部嘅會員，我哋嘅族會一條心。我哋嘅一條心係以黨章為事，唔係以個人，唔係以個人個力量去講，係以黨章，係以我哋嘅章程。如果章程係一，我哋就講一；章程二就係二，唔係講先斬後奏。多謝各位。多謝晒。各位鄉員，我係來自立啤港肇聯會。我總會長話齋，我哋港府人港肇同心，鄉義長存。多謝大家。講得好。各位鄉員，我係江甲港肇會館嘅會長關蘇才。今日好榮幸嘅，我哋嘅總會長叫我哋上堂講幾句，但係我哋屬於港肇聯總嘅會員，理事我哋一定支持我哋總會長嘅領導，永遠都係我哋嘅領導。多謝晒。大家晚上好，我係馬來西亞港肇聯合總會青年團總團長張佩文。咁我嘅助理總團長 Skywong 黃學豪都喺呢度。青年團總會青年團同埋總會婦女組咧係總會嘅左右手，所以我相信我哋三機構一齊可以齊心合力去搞好我哋馬來西亞港肇聯合總會。好，多謝我哋嘅團長。會長講得太多開啦，冇晒氣啦。冇錯啊，好嘅，我哋可以，因為聽日仲有好重要嘅事情係要做嘅，留翻聽日再講係咪啊？明白嘅。嚟啊！各位會長、各位會員，大家好，我係古來羅拔竹古來嘅會長。啱啱我係先生拎㗎啦，我覺得好似我得就個電話嚟啦，港肇聯合會呢個一個好似講我哋一定要揾一個推傻咁樣啦，最緊要我哋愛大家合作啦，聽咗民主，有咩嘢唔啱嘅講冇啱，我哋愛一齊嚟做，搞到一個自己個推傻，我認為係咁樣啦，唔係辦法嘅，你咁樣落去啱冇？啱嘅。大家晚上好，小弟係國家頂醫嘅手術代表沈永龍。當然我哋國家頂醫咧就一路嚟非常都支持我哋嘅聯合總會，尤其是我哋嘅老前輩同我哋嘅 JP 係細倉到今日都非常之合作。當然，我哋嘅新總會長咧喺度已經有第一屆我哋嘅新總會長我哋嘅李 Sir， 多謝佢哋，我哋一定要支持佢，好啊！我哋一定要合作，使我哋嘅聯合總會做得更好。好 ，OK， 多謝大家，非常多謝今晚仲有我哋嘅巴生會長幾時啊？我係巴生港肇聯會嘅會長，好
多謝我哋今日我哋嘅廣肇聯合總會嘅總會長請我哋上嚟講幾句説話。頭先我亦都聽到我哋前任嘅總會長何世昌獨身鄉長同埋我哋而家呢個許建清總會長，佢叫我哋大家要團結一致咩事都可以做得到，最重要是團結一致，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得到。謝謝大家。好嘅，我哋俾個鼓勵嘅掌聲嚇，講到我哋團結嘅一條心嚇。我哋阿督把講會長，首先我覺得我哋廣肇會長必須加強我哋嘅凝聚，因為凝聚力超越咗我哋嘅集團，我哋嘅團體。但係亦都我哋都創新，我哋要改革，改革係痛苦嘅，但係唔改革更加痛苦。所以配合我哋所有嘅理事，當我哋董事會、理事會決定開所有嘅決策，我哋必須要執行。呢個係我哋廣肇聯合總會必須要做嘅。唔理係邊個，都必須遵從董事會、理事會嘅決定。多謝你哋。我係馬六甲肇慶會館嘅會長邱英國，亦都係廣肇聯合總會嘅副會長。講到呢個廣肇聯合總會嘅運作嗰啲業務，我都係好支持前任會長何世昌獨身嘅領導。我亦支持我現任嘅總會長許建清嘅領導。我哋做咩事都好，我哋一定要跟住嗰個會部嘅章程。如果係章程係講點樣行，我哋一定會跟住嗰個章程嘅運作嘅行動。所以咩事都好，我哋喺會事都會同心同氣為會服務嘅，都係會團結喺呢個聯合總會入邊。多謝。多謝我哋馬六甲嘅會長，亦都係我哋副會長小弟非常之榮幸，亦都睇到國屬會嘅會長今日喺呢次講出我哋最重要係廣肇係一條心，係有凡事都可以有商有量，團結係我哋嘅精神，非常多謝你哋。但係小弟咧，請你哋留意一下，因為我今晚想致辭嘅咧，我差啲忘記開，咁而家我係正式嘅致辭一下，好唔好啊？咁你哋幫我企住個台嗰時唔好走先喎，因為我哋下一個節目仲有更勁個表演俾我哋嘅全場嘅觀眾睇一睇，好唔好啊？好啊！咁小弟就唔好意思啊，就致辭一下，好嘛？而家坐。東區國會議員YB 李秦校，應該佢已經係非常之忙，已經離開我哋議事嘅場面。咁我哋嘅本會會長何世輝、謝變，仲有國屬會嘅會長都企喺我哋呢度台上㗎，仲有首席代表。尊敬嘅各位嘉賓，各位來自全馬嘅廣肇鄉親，各界嘅社會嘅朋友，大家晚上好。好。咁今晚咧，當然我唔使講，大家都係非常之興奮同埋高興㗎啦。甚至係一世都忘記唔了嘅願望。咁我謹代表馬來西亞廣肇聯合總會嘅全體嘅同仁，向在各位而最真摯嘅問候同祝福。10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由籌備基金到成功今日購置會所，當中咧連結開無數嘅。係啦，有請我哋嘅新山歌王啊，係咪？歌王係啦，係啊，歌王啊，傳説中嘅歌王，頭先都聽講過下啦。係啊，而家係歌王，年輕嘅時候係青蛙王子嚟㗎。喺我哋嘅市委會長杜偉光會香園，去咗邊度啊？
台上嗰度咧，我哋會有一個敬酒儀式同埋一個切蛋糕儀式嘅。係啦，咁啊頭先嘅歌曲係咪非常之動聽啊？梗係啦，我哋咁多位會長連埋一齊唱出嚟俾大家聽，係意味住同心同力，大家一齊捉管機，廣新新傳，搖霹靂，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首歌㗎。入邊咧唔單止係講緊友誼啊，同埋我哋嘅薪火相傳嘅。好，而家我哋有請各位理事啊，同埋各位婦女組嘅總員啦，同埋青年團上到台上呢度嘅，同埋咧我哋都有請我哋咁多位會長上台咧，係啦，嚟一齊同大家敬翻杯酒嘅，同埋切蛋糕啊，係啦係啦。你啲後生仔咁衝動走翻落嚟嘅，好啦，叫我哋爭杯咯。李元柏，係啦，仲有邊個會手握香檳啊？係啦，仲有我哋嘅許建清總會長嘅，係啦。咁啊，李元柏手。君姐姐唱的歌了，她唱着 Happy Birthday， 仿佛我好像被祝福的更真誠啊！我唱嘅話應該。好啦，我哋而家嚟唱下呢個開溫班啊，一齊嘅儀式。咁我哋咧，大家一齊唱到。4、3、2、1。回顧呢度咧，慶祝你10週年嘅 birthday 啊！祝大家 Happy Birthday！夜生